跟我和你媽，我们拍個照。今天算我跟琳娜我們親家首次見面了啊！好，拍，來，相來用我的相機。好，來，準備啊！去拍啊？哦。哎，你這小老太太這麼喜歡廬山戀呢？行，來了啊！來啊！西瓜甜不甜？甜。琳娜同志，范卫，有事吗？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？范卫同志，咱們兩個是不可能的。哦，不是我啊，我是說，比如像那個廠長的兒子，洪建軍，那種有文化、有追求的，你覺得怎麼樣？你怎麼看出来的？我來幫你，保證讓你倆有情人終成眷屬。你相信我，首先第一步，展示自己，吸引目光。建军打球呢，你真棒。有事儿吗？第二步，釋放信號，心理暗示。建軍幹嘛呢？哎，要不要喝個汽水？你踩到我要拍的樹葉了，我呀。不好意思啊。树葉。哎呀，全完了。树葉。第三步，投其所好，加深印象。這本書他肯定喜歡。書掉了。沒關係，我幫你撿。你這麼愛看啊？我可以送給你。倒不是愛看，主要是這就是我丟的那本書，這不寫着我名呢嗎？洪建軍。行，那這也算是物歸原主了啊，謝謝啊。范卫啊，晚上看電影去吧。啊，不看。不看。廬山戀。廬山戀。不看。看嘍，不看我找別人去了啊。哎，等會兒。廬山戀。晚上見。嗯。晚上見。哎呀。范卫。啊，不是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這3步走完，他離我越來越遠。懂什麼呀？我那前3步都是鋪墊，最關鍵的是下一步。你倆不都愛看電影嗎？廬山戀票買了嗎？票早都賣完了。還得我吧？啊？行啊你，謝了。晚上別遲到啊！放心吧。不是范卫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？為了愛情。哎，為了愛情。廬山戀，郭淑芬搶的票，送你了。你要珍惜啊！我看好你哦。那你这是？謝謝你啊！謝啥？我絕對不會辜負你的啊！哎，飯盒沒拿，哎，還得給他收拾。
喝汽水。真没想到，你也喜欢看《庐山恋》。没想到你也喜欢喝汽水。林娜，简居。谁呀？我范卫。干嘛？林娜在吗？琳娜不在，琳娜走了，上电影院去了。你快去吧，啊！太好了。哎，淑芬，淑芬，走啊！走哪儿去啊？就2张电影票，我没票，我不去。哎呀，是什么看电影？我带你去吃炒鸡去，走啊！范伟，你有良心吗？啊，你前脚带我去吃炒鸡，后脚带人琳娜看电影，你咋那么忙呢你？你说啥呢？啊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？你害我气了一天，我一口饭都没吃。这不给你赔不是吗？快吃吧。哎呀，差。我是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刚才跟我发那么大脾气，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喜欢林娜呀？猜对了吧？怎么可能是因为，是因为电影票，《庐山恋》，你知道有多难抢吗？你2张都一起拿走了，还钱。你跟我说那么清楚？那你自己出了规典，那肯定得拿钱，掏钱。那我请你吃这么多年炒鸡，我跟你要过钱吗？你这白痴！说谁白痴呢？什么白？再说一遍。我没说你，我说你这，哎，白痴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俩不对。他挺对的，一直这样啊。这能对吗？这下全对了，爱情萌芽的样子吧？谁白痴啊？你说谁白痴？哎呀，渴死我了。你没事吧？哦，对了，建军啊，这个是我托人买的，送给你。不是这个很贵重的，这我不能要。哎呀，我给你买的，你就拿着吧。真不能要。哎呦，你快拿着吧，我记得给你。你试试吧。啊，好。谁白痴啊？你说谁白痴？疼，别闹了。哎，这洪建军又坏我好事儿。